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我係阿明哥劉浩明。聽到台灣的沙飛行業高齡化的沙飛以後，實質一件事情已經唔係變成一個醫療的名詞，而係每日過多的家庭無去面對，但是講唔出口的日常。今日睇我哋嘅鏡頭地步，我慢慢地篩起我哋嘅屏東的族田，睇下啲資源唔係過多的地方。有一群人慢慢地用伊哋努力，把我哋嘅實質照顧撐起來。我哋今日邀請到兩個來賓，第一係來自我哋族田快樂屋，你哋專業來到現場，以後嚟分享講誒當初總馬去做一件事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族田快樂屋日照中心呢許文南主任，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於族田西勢的許文南。那同時呢，我哋嘛有一啲咧專門係照顧我哋實質裝備我哋職工總秀燕，秀燕真好。大家好，我係來自族田西勢的總秀燕。今天歡迎兩位來到我哋呢福起來的現場，因為其實失智這件事情，其實算是我們現在社會裡面已經常常會去面對的一個事情了。但是失智照護這件事情，以國家的方向來說的話，它的政策的方向是什麼？那跟我們最近常常提到的長照2.0有什麼差別嗎？目前台灣的國家政策在失智的走向的部分，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失智友善台灣的一個目標。對，那目前的話，我們長照2.0的部分，主要是在做基礎建設的部分，它很像是我們在蓋房子要打一個地基。那在3.0的部分，它是在房子蓋完以後，在3.0的部分把服務裡面做裝修，把它更優化。所以它在基礎的部分，它是先做了所謂的失智共照中心，那以及我們的失智服務據點這2項措施，來去迎合到之後面對的3.0的一個升級。它大概會花多久時間到3.0啊？今年開始的話，從2.0會到3.0。對。那在這樣的一個實施過程，它是分階段去進行的，它並不是一下就能到成的。所以它在3.0的措施裡面，它可能會分成3到6個月到下一個階段去做不同的服務去進階。故說按你談好了，因為其實更加失智這件事情係幾多家庭會面對的問題嘛。佢到底有個政策地步係希望講，我哋家庭係即個去照顧，也為我哋講失智的裝備啊，有政府的照顧，還是講我哋要擺個失智的裝備，可以去本有一啲機構可以幫我哋去照顧伊。如果在失智共照中心的部分的話，其實是提供讓失智症者可以去做診斷，確診他是，那並且有一些諮詢的功能可以去提供他。那在另外一個失智服務據點部分，是在提供家屬支持的部分，以及讓失智症者可以去裡面上課，有一些認知促進的部分。那同時，它除了這2項服務以外，它同時也整合了所謂的居家服務照顧，可以讓居家服務的人員可以進入到家庭裡面去照顧失智症者。那以及我們的日間照顧中心，就像我們一樣有提供的失智的日間照顧中心的課程服務一樣。那甚至它還有在整合所謂的機構照護。可以讓失智症者的家庭，他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喘息，讓照顧者喘息，把長輩送到機構裡面去做照顧，短期的照顧。那當照顧者他把他的事情完成，得到適當的喘息以後，再把長輩接回家，自己再照顧。等於如果對整團家中講，你提到個照顧方面，伊啲居家服務，好冇？如果你送裝備來日照中心方面，伊啲日照中心可以去把裝備送去，並即係有一啲時間可以去休息啦，哈。一部分人問下小眼者，當初呢，我想我去做我哋呢照顧失智裝備嘅職工咯。其實我做職工是真的是一個契機啦，因為剛好是退休誒。啊，開路卡無事做，啊，如開副群請伊的給算打發時間。那就剛好有一個契機，就是剛好去熱火中心。我們2樓是熱火中心，啊，1樓是日照，日照中心，然後第3個點是客家文化中心，客家文化中心。啊，其他現在大部分的時間都會去日照中心照顧裝備較多。可是問題係幾多嘅工作都可以做啊！去日照中心讀讀失智裝備，你天然看到失智裝備嘅時間，我哋講嘅嗰塊細化會強喎。其實唔會呢，其實伊哋嘅狀況同一般嘅老人家狀況其實唔會差幾多。唔會差幾多。係，真係唔會差，你唔會感覺嗰種
都對一般的老人家可以用只是他的狀況是可能有時候會短暫的記憶沒有，重複做一件事情來。我說其實講失智一件事情，沒提過嚴重的時間，其實伊同一般的老人家都摩擦過一樣啦。剛剛我們主任有提到，就是說，其實假如說家裡面的有失智長輩的時候，其實可以有像政府的政策裡面，其實是可以提供，譬如說診斷啦、居家服務啦。那一般來說，假如說今天我們的家庭就遇到了有失智的一個長輩的，或者失智的家人的一個發生的時候，那他常常要去剛剛提到的申請評估，好，甚至要申請補助或者是申請其他的一些服務的時候，他最常遇到的困難在哪裡？應該是長照資訊取得的不容易吧。因為其實我們後來發現有很多的家庭，當家庭有長輩需要長照需求的時候，他不知道要找誰，他不知道向誰申請，那需要準備什麼資料，所以在初期的時候，這是最大的障礙。那甚至於長照的一個資訊的內容，因為不熟嘛，需要的時候才要取得。那對於家庭照顧者來說，很多都是高齡者，對，所以他會有一個資訊落差，他沒有辦法懂得說怎麼上網去取得這些資訊，他可能只能親自的到達我們日照中心，或者到政府所謂的長照站去了解、去取得資訊，然後請那邊的人幫忙協助取得。所以那當然比較簡單的方式，現在都比較便民了，其實就直接，不管你在全國各地，電話直接拿起來打1966。就馬上可以轉到當地的縣市政府的長照的專線，那由專線的人員幫你做最直接、最快速的申請。在失智這一塊，其實我們相對應就比較少。好，郭叔頭痛，我會問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說，那假如一般面對一個家庭突然遇到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的時候，突然遇到如果長輩可能一下路，真的有一種失智的前兆的時候，可以做忙的事情。那像剛剛主任有提到，就是說，最簡單的1966，對，就打電話過去。可是我有時候想到，就是說，現在很多時候都是老人照顧老人，是，他不見得打電話到1966，他不知道華語能不能講得通，是，不能講得通。尤其是像你刚剛我們有提到，我們知道快樂魚在竹田嘛，竹田相对起來它的資源沒有那麼的好，它基本算是一個偏鄉，是一個偏鄉，交通也不是很方便。那主任把快樂魚日照中心設在竹田，那你們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其實還是在交通。其實偏鄉一直是高齡者在交通上面臨到最大的問題，因為高齡者他在偏鄉生活的話，一定他要去買東西、要採買或者要去就醫，是面臨最大的問題。他沒有辦法到達那個地方。那甚至於如果你今天除了高齡外，又伴隨着有一點失能的話，那合適的交通工具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如果今天當我是一個80、90歲的老人家，那我要帶着我的伴侶，也是一個80、90歲的老人家要去就醫，他行動不便。如果今天能坐一般的車輛，其實還算方便。那如果今天当他是輪椅的失能者，那當然我們可以去取得長照的一個復康巴士啦，或者一個長照交通車的一個需求的申請，但是他要如何去預約，去跟人家一起去搶用這樣的一個資源的時候，也是他面臨到的一個障礙。他是否能夠順利取得？我想要在幾號的下午到醫院去就診，那到時候要如何回來？這個都是目前比較大的一個實際面的一個障礙。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層次是說，在偏鄉的部分，因為我們的人口流失比較多，因為在地我們高齡的比例很高，但是青年以及壯年的人口比例、照護能力其實一直在流失。那相對來說，因為工作的取得不易，當然我們這一些的工作人口，他們其實外流到屏東市啊、高雄市啊這樣的一個都市形態去，他們其實都在通勤，所以反而平常的時間在我們偏鄉裡面，其實是只剩下高齡者跟比較年齡小的一個幼兒童的部分而已。所以這兩塊都是目前比較常遇到的一個挑戰。對，因為其實搞同那件事情，莫講的太應該啦。其實我們平常人也是啊，我們年輕人就覺得說，其實，在屏東來說，因為我們的交通網絡不是那麼發達，我相信不只是屏東，很多譬如說員林啊、彰化，其實你到了鄉下之後，一天就沒有幾個車班。是。那就剛剛主任有提到，其實我們都鄉下的地方，真是都錄音家在裝模啦。好，就是顧家那。裝模錄音家可能本身就有失智的一個困擾了。那剛剛是講有提一個沒辦法去抽查唄，
毛你可以去做一些方向的時間，他就只能在家裡面跟着他的失智的症狀，一直可能就慢慢的走下去。咁嚴格來講嘅話，喺族田嗰邊有乜嘅係一天可以解決的問題？如果比較迫切需要的話，應該是在於說，我們如何可以盡早的把在社區裡面的失智人口把它抓出來。我們可以盡早的把已經有開始出現失智徵兆的長輩，可以透過比較快捷的方式協助他去做失智相關的鑑定，然後確診，然後盡早的幫他安排課程的服務跟長照需求的這樣的一個申請。如果說我們把醫療到長照這一塊的一個整個流程快捷化以後，其實加速了他可以立刻的去得到一些長照資源的一個服務使用。那我們相對反過來的話，因為我們這個過程裡面沒有辦法去加速，反而造成他缺口。比如說我今天到醫療沒有辦法銜接到長照，那長輩他介入到服務的時間就中斷了，就變成有一點延誤了黃金的一個治療期。那當長輩他一直沒有辦法介入到長照的時候，他留在家裡，就會造成他的病況急速的下降，也會造成長照資源或醫療資源的浪費跟成本的增加。故是在偏向地方，所有的過程假如可以練得過順勢的話，其實對我哋實質的裝備來講嘅話，其實係一個好事情。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內容。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族田快樂5日週中心嘅希望男主人，還有我哋志工秀燕姐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失智照顧嘅故事。我就想問一下我的主任，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日照中心裡面，在族田算是非常罕見的一個資源啊。是。那同時，你們的日照中心其實也很特殊，就剛剛的秀燕姐有講到過，他其實一剛開始是去2樓的，但是沒想到入去都我哋認的。但是回到秀燕姐這件事情，頭先我哋呢主任有講到講，其實現場嘅政策啊，同現場其實有一點落差啦。按這個觀察係乜呀？其實制圖面的話吼，日照中心同個學校上課一樣，伊如果有一點課表，按表操課，可能體育上書法，還是做運動，還是做乜嘅。啊，不過實質的那個老人家吼，他的性質可能坐唔輕，可能坐一下，當個老師個認真去上課，啊，佢大下嘅裝雜，以為行上唔行下，啊，我哋做志工，攞去停頓嘅老人家，要注意安全問題，係嗰時候。也都制圖面同現實面的冇用嘅地方。唔錯啦，係其實當然都希望講可以來上課啦，聽到我哋啲課表啦，運動畫圖啊。但是有些失智路真係話呢，有都冇辦法去控制到。你講沙飛嘅功能啊，慢慢的路已經冇嘅。以前我哋會提講沙飛嘅啲要求我哋要坐上來講乜樣，但是有時候人事過太時間，一種我哋講沙飛嘅功能一路慢慢的冇時間，一種聲音嚟用嘅呀。所以同我哋呢個志工秀燕姐有講到講，當初去嘅時間其實係去醫療去做其他志工，但是有看到講因為空域同建築物地方有其他會冇用嘅組織，那這樣子同一個建築物裡面卻有不同的一個算是不同的組織在裡面，這樣子在族田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地方嗎？對。因為其實我們在5年前的時候剛成立這樣一個單位的時候，是有受邀到屏東縣政府，因為屏東縣政府他在5年前他看到了所謂的失智友善這樣的一個議題，他覺得說確實失智的人口越來越多，那照顧失智症的人的一個照顧模式，是不是就只有傳統的照顧模式，就是所謂的關起來照顧？其實對失智症照顧來說，台灣在過往其實門關起來最好。因為他不會走出去，他不會迷路，對，而且都是在可視的範圍內。那在當時呢，屏東縣政府就看到這樣的問題以後，他們就決定想說，是不是來挑戰一個做法？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樣的照顧模式？所以他在當時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他就跨局處邀請了各個局處進來幫忙，然後選了一個西勢這樣的一個客家小村落。那在這樣的一個村落內，有一些基礎設施是現有的。
比如說有國小、有國中、有火車站、有客家文化中心，而且也有商家。最重要的是宮廟，我们在地的宮廟也相当多。那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都有的一個小生活圈內，我們剛好有一個文康中心，他們就利用這樣的一個文康中心作為一個中心點，由中心點這邊來成立所謂的樂智友善園區，用園區的概念來包含各個局處的力量，一起來做失智相關的一個推廣。那就從這樣開始，我們開始在5年前的時候就跟居民去做說明，然後對建築物、對環境周遭來做改善。那整個都建構完成以後，那就是邀請我們來做失智症的一個照顧，以失智照顧為主題。那經過這樣的照顧下，我們最後摸索出一套，我們覺得，我們如果要做到失智友善的話，可能會有4個東西要先滿足。當然，第一個是友善居民的部分，好，那第2個部分的話是友善的一個組織，那第3個部分是友善的安全環境。那最後一個的話，就是一個友善參與的部分。我們可以試想，如果居民如果對於失智症有理解，而且我們的商家、組織團體能夠去包容我們的失智症長輩，那最後再把環境安全的部分都建構好，那我們的失智的長輩當然自然而然可以在社區裡面去友善參與啦。我們這樣的一個失智症長輩走在社區裡面的時候，就不會被指指點點，甚至於被排斥。他去商家去購物去買菜，也不會被老闆趕走。甚至於，當我們都做好了基礎宣傳後，這些社區的這些民眾商家，其實都成為我們的照顧者，都成為我們的眼線。他甚至於可以去幫忙到，如果今天有失智症的患者走在社區，他迷路了，他有困難了，他買東西沒付錢了，是不是就可以及早發現，把他留下來？他簡單的做一個通報的動作，後續就會有相關的人員帶失智症的長輩回到他安全的家，就不會去走失迷路。等於就是說，他把整個一個園區依照我們平常會生活的環境，就是把它模擬成這個樣子，就是等於是現場，就是一個整個是以現實生活方式的一個算是一個園區啦，好，一個園區。剛周浩年來講話，已經是懂了規劃啊。那當時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其實我們初期遇到的話，其實是居民的不理解。我們在初期走的時候，光是名稱這件事情就遇到很大的障礙。因為我們一開始主打的是失智友善園區，結果名字一拋出去，居民就開始抗議，就打來抗議，就說影響房價。對你對，某個程度也是。他說啊，我們在地居民又沒有失智，你把我們搞得像失智村一樣，這樣子很難聽。那所以我們也經過這個事情也去做過討論，最後改成不然用快樂友善好了，就是樂智友善園區。所以差一個字，它的反彈就整個事件就這樣消弭下來。那其實我們也去斟酌過，在我們的村落裡面，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在村落的外觀看到任何有關於樂智、失智或者照護的一些大標。我們希望就是維持原本的一個社區的一個樣貌，還有我們原本去一般家庭居家的樣貌，也不會有出現這些特殊的字啊，比如說它是一個像那種什麼九族文化村啊，就是我們又不是在販賣商品的商家，對，我們只是單純一個恢復原有社區的樣貌，讓失智症者可以參與在其中，他可以在裡面散步，然後買菜，甚至我們帶長輩去剪頭髮啦這一些。那這樣的一個環境才是符合原本失智長者他在失智之前他原有的生活樣貌，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其實就恢復到他原本生活樣貌的狀態下，他比較沒有壓力。他甚至我們很多失智症長輩走出去的時候，就跟那些商家在聊天，就像他平常在以前的生活一樣，以前的生活樣貌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困難講行在前面的啦，走得太前面是真的。因為講也總會真是有一部分真的嘛要跟着，譬如講沙菲一的共識，好沙菲一種教育哈，他慢慢他跟你講失智就上頭都慢慢嘅修養這樣啊，唔會講嘛，好，其實一般人不會有安尼想法啦，但是真的而且接觸嘅，能發現講都很容易搞通用啊，好，可是我想一般的社會教育真的還要跟上之後。這個政策才可能真的是可以完成的落實。我們大概在5年前成立這樣的園區的時候，我們就跟竹田國中有做所謂的長照的一個記憶班的合作。那我們會先在每個禮拜3的下午都過去跟學生們去講所謂的長照、高齡退化這樣的議題。
那以及失智症相關的，那也跟他們介紹我們失智症的長輩的特性，讓他們有一些基礎了解以後，我們會在大概每學期的17週的課程裡面，會安排3到4次，讓學生可以進來日照中心陪伴失智症長輩。那我們當然能理解說，目前的學生他課業壓力很重，而且他們其實目前的學生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跟長輩相處的，對於跟長輩的相處，他們是零經驗。所以我們會透過一連串的一些活動設計，比如說一些破冰的一個相處、自我介紹，慢慢讓學生去理解失智症他長輩的一個退化，包含他語言可能表達沒那麼好，他的一個重複行為，跟他身體不便的一個退化功能，像行走不方便。那透過這樣的陪伴後，其實慢慢發現學生在改變，他知道，他慢慢去認識到這些長輩他有失智，失智是怎麼回事，他應該要怎麼調整他的一個狀態，去服務陪伴長輩。很多的長輩，也因為學生他們來以後，慢慢露出開心的笑容，他們覺得哇，好多孩子他看得很開心。那某個程度，我也覺得我們其實很多的長輩，其實漸漸的也很少跟學生相處，跟孩子、跟孫子相處。那其實，這幾年下來的話，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做法是好的，因為學生他慢慢去領略到跟長輩的相處以後，我們透過一次一次的課程，其實你看到孩子也在改變。我們的孩子從一開始不敢跟長輩牽手，到後來可以2個手牽手在外面散步。你可以看到孩子從一開始的嬉鬧，到後面他慢慢的去懂得要跟長輩講話的時候，必須要低點姿態，甚至有一些會半蹲在地板，用比較低的姿態平視的跟長輩，然後去慢慢的去問候他今天吃飯了沒有。我覺得可以讓孩子們去體會到這樣的一個高齡跟一個代間的一個陪伴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喺我哋細家庭地位吼，更加來講，有時真的是搞到矛盾，他應該係強下法，你根本冇機會去跟算是長者去接觸，尤其是很多的小家庭，假如家裡面就是爸爸跟媽媽的話，你只有過年過節才會回到家裡面去跟長者去講話，而且那個時候也都是父慈子孝的時候，阿公阿婆很開心啊，什麼之類的，然後大家寒暄完就離開了。真正的去長期的去接觸，從事去提供，阿公阿婆發生乜事情呢？好，今下要情緒一樣啊，然後我就面對有情緒一樣的去面對伊，哈，用來去提供法，用來去照顧伊。其實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也不要說小朋友不知道了，他很多爸媽都不知道，因為其實都沒有在跟長輩生活在一起的話，他們真的也都不知道。或者其實失智長輩的照顧，唔單止係的真誠的問題，其實對我哋的制度面、我哋日常生活地方，慢慢地做好。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所以節目來自我哋昨天快樂5日照中心的雲南主任，還有我哋志工秀燕姐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失智照顧上面會遇到問題。我想請問一下秀燕姐哈，因為其實算是我哋第一線去照顧我哋那個失智長輩的志工嘛哈。咁從這個來講，發現這片做志工你的行程，睇有很用嘅。因為日照中心第一件事情，係來頓睇人啥量血壓，量體溫。假如伊的血壓有太高或者是太低，我哋隨時來頓給護理師反映，好看你的狀況怎麼樣。還有就會跟他在量體溫或者是量血壓的時候，如果順沙觀察一下，要睇人啥根本你的精神狀況有好嘛？假如唔好，我哋問係咪有乜個事情？還是用的等孫沙如果可是悶，就是從旁邊就會順着去關心他的狀況。咁你後來你聽到伊的呢，給你的算是課表，安尼開始行路，開始行啦哈，行嘅民意的課表。咁伊哋示範咯，伊哋示範按人理嘛。理法伊哋底部嘅伊哋呢工作人員伊哋這個會理，我哋只是從旁邊去對鼓勵。因為有的睇人啥吼，
伊可能示範室的會點下來，會想其他事情，唔會是啊，等會從旁邊一隊講，唔會示範咯，冇示範啊，唔可以下班咯，啊，等會順勢按你順勢按你隊講，伊就會乖乖按你去說，就等於講，你可以夾到一個鼓勵的一個角色啦。剛剛我們那個秀媛姐有提到，就是說，其實在一般的一天的一個行程裡面啊，其實我們的失智的長輩來以後，都提用下阿媽哈，然後都開始以你的口表，志工的角色的話，以如提代表算是一個陪伴的一個角色。那對於中心來說，那因為其實我想很多的家屬把那個長輩交過來的時候，其實也會很擔心說，除了課表的問題，他們一天的一個活動的事情。他們在上面的安全，在中心的安全的問題，那這部分你們去怎麼去面對？因為我們畢竟是失智型的日照中心，所以我們相對於一般的日照中心來說，我們失能的長輩會比較少，但是我們會走路有行動能力的長輩會比較多，那當我們的早上交通車會到家裡接長輩來以後，那長輩進入到日照中心裡面來的時候，其實會有前面會有一段自由時間。那這樣的一個自由時間裡面，其實他要看報紙、要看電視、要聽音樂，都是自由的。那都會有工作者在旁邊協助他，甚至於他今天想要到外面散步，甚至要澆花、澆菜，這些都可以做。只要他想做，我們都會陪着他。那也會有另外一部分比較有身體有一些訓練需求的長輩，我們也會有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他會設計他的訓練表單。也會有我們的工作人員去督促他去完成今天的進度，比如說今天要舉啞鈴啦，或者站立啦，或者要來回行走啦，會有所謂的像課表一樣去完成。完成訓練單以後，我們就會把它打勾完成。那等前面的部分都執行完以後，我們才會進入到我們所謂的主題課程，看今天我們要做體適能，還是手作，還是烹飪，會有主題課程在做變換。那接着才會進入到我們的中午吃飯。那吃飯也是長輩比較期待的一件事，長輩都希望趕快課程結束，趕快吃飯，因為吃飯後就是午休了，所以長輩也很期待這一趴。那等到午休，其實我們的所有的流程都會放比較長、比較慢，因為我們的長輩的一個功能性會有不同。我們甚至於吃飯時間比較快的長輩，3分鐘、5分鐘可以吃完，但是也會延到30分鐘、40分鐘、50分鐘的長輩才能把這一頓飯吃完。就如同剛剛我們志工大姐講的，今天可能一個吃飯，那個長輩因為失智的行為，他會停頓個5次、10次，甚至20次。在這個中間，你要出手去協助餵他，那讓他去忘記吃飯的功能，還是說我們透過協助的角色提醒他，讓他可以自主去把它吃完？其實這件事情的目的也會不一樣。那當然，我們還是會優先希望可以去用提醒的方式，讓他把這件事情去維持。所以維持他的原有的生活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一環。那當吃完飯以後，還有陸續像一些刷牙、洗臉、要上廁所、換尿布這一些，也會因為長輩的不同需求，去個別要去完成它，都會有個別性在。那午休結束以後，其實就到了下午一樣會安排一個點心以及主題課程結束，然後之後就是長輩要等着車要回家。那等車回家這件事也是一個爭先恐後的階段。當然就會有很多人早已經在門口等，就仿佛在門口等的那個可以第一個上車。對，那其實因為失智症長輩只要牽一動，就會所有人都會湧起，所以等車那一段其實都要特別安排，甚至我們有的還會做那個車票，說你有跳票嗎？沒跳票你等一下，等一下再幫你買票。對，會有這樣的一個階段，會讓他們去分批可以去讓他等待，然後等一下就一起回家這樣子。他後來嗰種幼稚園的聲音呢，哈，因為幼稚園的聲音呢，替吧去幼稚園的時間，真的如等吃飯啦，等哈口啦，哈，都真的就是跟幼稚園的小朋友是，感覺聽起來整個行為就是真的就是等中午吃飯，好，尤其是男生，哈，很容易肚子餓，就馬上想要吃飯，然後下課時間就在門口等爸媽來接，哈，給他是講等校車來把他接回去。可是，那台灣的真是都，你我講啊，一路一軌都。聲音的一種個性裡邊，但是同時有講到講，其實你也會讓他們有個自由的時間嘛。那我講過錄音啊，走到外面去走失嗎？哦，安全的部分是這樣。對，其實我們最初期我們有所謂的定位系統。那定位系統我們那時候走的是一個卡片，藍牙的定位卡片。那我們是設計成屏東的大武山的樣貌，就是一個
我們常見宮廟的符號的一個樣貌，可以讓它佩掛在胸口。那只要長輩離開我們的日照中心的時候，我們的藍牙就會觸發，就會感應，它就會發 alarm 到我們的LINE 裡面，告訴我們說，這長輩走出去了，要注意安全哦。好，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工作人員就可以馬上收到訊息以後，就可以去協助這個長輩看他有什麼問題。那但是我們後來發現這個系統有它科技的部分有它的缺點在。我們曾經發生過2件事，第一個是這個佩戴平安符的長輩，他有一次在廁所待很久，然後我們工作人員去了解的時候，發現他拿那個平安符去擦屁股，對，要拿我們的定位卡片去擦屁股，然後就我們趕快把他救下來，對。那另外一件事是這個長輩已经出去了，那這個出去的過程裡面，我們是有人員跟隨的，那我們也好奇這個長輩他要去哪裡，對。那在後來發現他走到一半把他平安符拿起来丟到草叢裡。對，那也透過這個事情，工作人员帶長輩回來匯報以後，我們去討論這件事情，發現好像只依賴科技的一個定位裝置的話，好像不夠安全，所以我們後來檢討以後，決定還是以人力為照顧的陪伴為主，才是比較有溫度的。那也確實是因為我們發現失智症的長輩他蠻多，當他有問題行為的時候，他要外出，他一定是有一個目標想要去完成。那這個陪伴的過程裡面是重要的。如果你放他一個人去處理，他可能就因此不會回來了，可能就真的走丟掉。對。那如果今天這個過程裡面是有志工的陪伴，有工作人員的陪伴，我們就可以陪他去了解說，你今天想要出去，想要做什麼事。比如說他今天想要去回家要煮飯給小孩吃，他今天想要回家曬衣服，那我們就陪伴他。好啊，那我陪你一起去，我們一起去航路去走一走。那陪伴的過程裡面，開始會有一點體力的消耗，有一點累的時候，這個時候工作人員如果可以用比較和緩的態度跟他說：“阿婆，我們是不是旁邊有宮廟，我們去拜拜？”那透過拜拜，我們說你要幫你小孩拜拜保平安啊，那我們就去拜拜。這個時候轉移他的注意力，他注意力已經心思說對，要幫家人祈福，要保平安。然後他們拜完以後，我們說：“阿婆，我想上廁所，你陪我去上廁所好不好？來給我尿啊。”然後這個時候阿婆說：“好呀，那我們就把他帶回來。”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沒有抗拒，沒有對抗，順的就可以讓長輩在平和的一個狀態下，有外出，而且有平安的回來到機構內做照顧。其實這樣聽起來，其實感覺都講幾感動啦吼，因為其實幾多位裝失智的老人家，其實嘛唔係講故意愛去麻煩家人，但是已經他平常時間也真是冇辦法。但是對於家人來說的話，假如說他真的會有一些失智的，因為失智功能的退化而產生的行為的時候，其實對於現在很忙碌的家人來說，它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尤其是剛剛你描述的那過程裡面，可能唔係每一個人都有安尼時間去。好撈一早一把乖乖撈過來，因為他也來上班，所以說其實能夠讓家人到一個照顧的機構日照中心，就像小朋友送去上班一樣。我想每一個寒暑假都是每一個父母親最害怕的時候，因為開學的時候小朋友出去上課，所以說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有沒有的家庭是因為他終於把他的失智的那個長輩送到日照中心之後，他得以喘息了？確實是蠻多的。其實我蠻多家庭的家屬都是這麼想的。如果說可以得到一個妥善而且穩定的照顧的話，對於他們可以去專心工作，也是一個比較妥當的一個方式。你去想，我們只有照顧長輩，其實就是短的8個小時。但是其實家人的照顧才是全天的，甚至還包含6日。对，所以如何讓家屬去得到支持，讓他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以後再回到他的照顧的工作裡面是重要的。很多的家庭因為照顧一個失智症長輩以後，他開始整個都崩潰了。我們可以試想，如果這個失智症長輩他今天是一個不安於世的長輩呢，他可能會突然跑出去，可能在外面吃東西不付錢，可能拿了人家東西，造成困擾，那甚至人家報警叫警察，都會隨時中斷了我們家庭照顧者的工作，或者他目前正在做重要的事，接到電話就要馬上去警察局帶人回來，接到電話可能這個長輩在醫院，我就要去醫院去照顧他，都得要立刻去中斷我目前所做的工作，這樣的一個影響會影響到整個家庭。這時候再進一步的話，你可以去試想，我自己在照顧我爸媽遇到這樣問題的時候，我顧不來了，我是不是也要打電話給哥哥姐姐，
全家人都要叫回來一起商討這樣的一個照顧模式，都隨之整個家庭都會隨之起舞，會大亂。這節目最慢了好修養者有乜嘅話同人講，咁多都看有啲實質嘅裝備嘅話，一定要用嚟面對啊。我是想對人講吼，莫分這個壓力安泰，親力如何誒？因為這個先顧好這個，唔能有力氣去照顧其他人。嗰時候一變下來，得失心不要太重。莫講，某個事情如果你做得好，他同時把有一件事情講，可以去尋照顧，就尋照顧，因為其他政府給予幾多政策去做嘛。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們發現到講，其實實質一件事情會變成未來，可能常常會面臨到問題，但是我哋注意嘛，要講到講，可是有乜問題嘅話，真是可以去請政府有乜個政策可以聽出來的麼？最尾我哋修養者嘛要講，莫樣樣如果要求到幾好，不用去自家把自家照顧好，能可以照顧自家家人。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安親菜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都聽下啲先生來調下運通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傾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